也许对你来说我太老了，你应该去找个年轻的，更适合你的。也许我只适合做你爸爸。喂，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现在这个样子了，我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别拿这种骗小孩子的把戏来耍我好吗？那小丫头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吗？那现在怎么办？OK，我给你出个主意吧。你现在就把那个小姑娘接回家，过几个月孩子生了，你又当爹又当外公的，多幸福啊！说实话，敏熙在事业上对我的确有很多的帮助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partner。我也知道，他真心的喜欢我。可以说，我们还是有感情基础的，这一点我不否认。如果不是那天晚上爱宝的出现，如果没有发生那件事情，也许我跟敏熙真的会开始走在一起。可是，就是因为那天晚上那个愚蠢的错误，这个错误既伤害到爱宝，也伤害到敏熙。我真是恨自己，我都干了什么？现在再想回头都已经不可能了。但公司怎么办？我不可能让个人的情感和公司的发展搅到一起。所以，作为 partner，有好多话我还必须当面的和敏熙讲清楚。